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迪根斯，繼續我哋嘅九州四國山卡拉之旅。瞓醒之後呢，個雨勢呢就開始放緩啦。不過其實呢，尋晚都落到好大雨嘅，咁相信今日嘅登山個路況呢都會好泥濘噶啦，所以唯有呢就會放棄上遊步樂嘅安排啦。由於呢我就冇 B 計劃嘅，所以呢今日就決定行遊步院啦。見個雨勢呢就暫停咗嘅，所以就把握時機。立即去金輪湖逛一逛啦，睇一睇可唔可以睇到期間限定嘅神霧景色。金輪湖咧雖然呢個面積就唔係好大，但係因為咧佢同時都會有溫泉同埋冷泉嘅，所以個湖水咧一年四季都係暖嘅。而秋冬嘅時間，尤其是朝頭早咧，都會覆蓋住一層好似好夢幻嘅薄霧嘅。特別係每年嘅10月至到第二年嘅3月咧，因為個氣溫同埋水溫相差最大嘅。所以呢個霧氣呢就最為明顯噶啦，而據講最佳嘅拍攝時段呢，就係日出前至到上午9點左右嘅。由於而家呢都只係初秋嘅時分，加上今日嘅氣溫呢唔係太凍嘅，所以所見呢都係得薄薄地一個霧氣嘅。不過配搭喺側邊有少少嘅紅葉啦，整體嘅畫面呢其實都已經唔錯噶啦。行遊完金輪湖之後呢，就去咗遊步院最熱鬧嘅商店街啦，就係湯之平街道度行逛嘅。街道兩邊呢都係咖啡館啊、甜品店啊、手工藝品店同埋一啲土產店嘅。咁今日決定呢都係深度下遊覽同埋試一試當地嘅美食嘅。咁我估計應該都可以消磨成日嘅啦。今日晚飯呢，就去咗一間叫做四方山嘅居酒屋嘅，咁係位於湯之平橫丁入邊嘅。佢主打呢，就係食軍雞嘅，咁配上秘製嘅醬汁呢，再用真正嘅秘長炭去炭燒嘅。佢除咗常見嘅雞髀肉啊同埋胸肉之外呢，仲有一啲好少見嘅部位咧都可以食嘅。咁啊，店員呢，就教我哋呢，先將雞肉呢放喺網上燒烤，咁燒一陣間之後呢，就用鉸剪剪開一嚿嚿。之後就繼續燒到熟為止嘅。當晚咧就點咗一個套餐嘅，咁包括有雞髀肉啦、雞胸肉、野菜、軍雞鍋，另外咧亦都點咗有個稀有部位嘅，就係雞生蠔啦。呢個據講咧就位於雞背靠近大腿一個噏位，大概有2個手指公大細嘅小圓肉嚟嘅。因為佢形狀咧就係橢圓形啦，咁睇嚟咧就好似一隻生蠔嘅。呢塊肉咧就被視為咧就全隻雞最精華嘅部位嚟嘅，因為咧佢係嵌喺個骨盤入邊啦。
所以咧就需要專業刀工咧先可以成塊割落嚟嘅。據稱咧就話口感極佳嘅，佢兼具咧就雞髀肉嘅彈性，但係咧亦都油脂分佈均勻嘅，同埋肉質多汁嘅。喺日式串燒店咧就非常之受歡迎嘅。咁通常佢會連皮一齊燒嘅，令到個外皮酥脆啦，內裏咧就保持柔軟多汁嘅。雞肉個調味咧就調得非常之好嘅，肉質亦都好有咬口。加上用炭火燒之後呢，啲雞皮有咬口得嚟呢，個邊緣位置呢又帶啲香脆嘅，成口都係油香，非常之好食，值得一試嘅。今日一早起身呢，浸過溫泉之後呢，就立即出發啦。因為呢，我哋會離開九州，進入四國去繼續我哋嘅行程嘅。我哋連人帶車啦，喺大分市佐賀關港呢，就乘搭渡海輪去四國嘅三崎港嘅。船程呢，就只需要1小時零10分鐘嘅啫。今日第一個景點呢，就係瀨戶風之丘公園展望台嘅，佢係位於愛媛縣佐田甲半島嘅，係一個可以近距離觀賞個巨大風力發電風車嘅地方嚟嘅。
到達咗今日第二個景點田之根稻草公園嘅，咁就去搜尋今次行程嘅第4道隨意門啦。田之根稻草公園呢，就位於日本愛媛縣西予市羽和町嘅。呢個地方就使用收穫後嘅稻草呢，就製作巨大嘅裝置藝術，例如恐龍啊或者其他動物咁而聞名嘅，係當地一個頗具特色嘅藝術景點嚟嘅。接住呢，就去咗另一個稻之役，嗰度呢，就擺放咗好多當地居民創作嘅稻草人嘅，得意得嚟呢，但係又有啲詭異嘅感覺喎。今晚咧就會喺羽和島第一酒店住宿嘅。雖然咧佢只係一間3星級酒店，但係房間咧就整體都好整潔嘅。酒店職員咧亦都好親切。如果以個價錢嚟講咧，其實都已經唔錯噶啦。晚飯咧我哋去咗酒店對面一間海鮮居酒屋食嘅，竟然咧就好有驚喜喎。例如個鯛魚刺身真係好鮮甜，不愧咧就係羽和島嘅名物嚟嘅。另外咧串燒同埋炸雞咧亦都好出色嘅。甚至乎個炸豆腐呢，係我哋覺得最好食嘅，所以一叫再叫。呢間食店呢，真係值得推介嘅。跟住食羽和島，琴日見到我啲軍雞終於係啊，食聲啲，呢個就冇望波嘅，因為佢唔鹹啊，好好味啊！飲住啦，人哋啊！李小姐，李小姐，好多人都好開心。